就从俺谁来那么，就从你每次那说的嘞。帮助，呸，给俺慌的啥了？帮助，你不来呀？就都西年那几万，俺慌的现在上头都录屏就那个帮助都做。这个审核就通过几下，投诉，举报成功啥？按单独固定的，你单独继续。俺到时候屡教不改的话，俺特心多呢。俺到时候看这些呢，没啥得的，帮助的没给过俺们都蹲住让先来去。我看错不上去的，没给的过俺再给，训那我干这呢，蹲住让的难过让的给，难过的给，瞧假瓜学的还够多呢。我理不难的，大家感觉我们就全过了没？我咋马上的我也会说啊？你说那么难过那就咋马上的没得动力嘛的，没得都是我动力嘛的。我咋让的我没来是动感去的没行？我咋马上的我起码的我看年多的，没得吧？没给过你给，让你评论个丢些吧，说是年吧。帮助我，对外讲俺让人的投诉这些就俺的截屏就说是的那过去把我打，我说是俺绕不可以绕不的人也就不打得个行了，我选没开了呀没，等你轮到等你们都说什么的，俺直播的呀开队的你干的这的话，不想看的就滚了我的乖，不想看就可以走了我的乖，我昨天的了当嘛的俺无助也没得的，我从小的看见俺直播打真了没的。等你轮到，等你马上能开了外面，我就接不干嘛的他，又来了噻，都这么接不对的，然后看到个又来了，我别吃那面，都钱么，吃了这一点就没，是必须都那句，吃了再多碗掏的就没，看嘛了那句，存在感说的去菜嘛的，我明明有了，我的先见那怕讲，俺看就么就了别的。第七档俺举个的那就菜俺举个的，都好买个的就是瞧人不，基本上的吃的就是老公也瞧人不，怕老表么去的那句，俺明明都是老晓得，老表怕么去的个，那就跟菜俺举人的那句，老晓得。你感到没有感到最好的事？但给这些怎么先给我们给懒得给，我不给。现在人讲了就都接不出关系，但是一个人给也给不行的话，我才给。中国密码几天这个没接给，这一给嘛是我不给，懒得给，你不大这个想来的给，推给。但70、80年代的都觉得这样都是。这一说给嘛先生呢，你卡没可是对对我90后能行个掐尖说瞧嘛的，我才来瞧了不，我90后人给我才给，俺那给拉不得给专门就得这场给现在的我不给懒得给，消防待遇怎么样？可是还没过给他给师兄这个就俺还没过，我对吧？就对这样的这开没。待遇可能给，怕这个就给，师兄的话这个就俺这么样的，俺还没搞给，明看嘛个了。待遇也估计有年纪的，没年纪的，俺还没搞的，俺这么样啊，俺搞没行搞行没，咱们是男性没，搞给俺个学员啊，那去多了个学员啊，没事那多了个事情没那去，洗的那里不然的那去训弄，俺洗着去的搞嘛那个去弄俺去。什么那判吧那去，什么那掐吧那去，瞧，啥呀东西没听啊，干嘛的还叫俺读写那都那去，那你都是那个读不上的话那去，读不里的就算了，当年就不结果都被他拿家的，但是一定俺没让干了干这呢，哼，我弄你现在转那就都拖那个弄你转，哼。Game我给买多少？给他下里面给俺多大的就搞完了，给俺离婚没事都没给帮助，那么多嘛的。瞧什么？你觉得你有什么？俺比例是开面，俺中国密码几天结合个没有？俺中华民族人，俺别个俺别没的意思，给没给帮助，我啥个就？你身份证干的呀？中国密码几天结合是短给不了，比例意思别个忙错给没给帮助，别罗给，呸给，是的个嘛？
로사고주 파로사고주 하고디까 도마드니 깍버리게 난 자라 사람들이 매 온거 미리지게 나근데 대체 배 미리지 나 대표 치수는 시나리게 안딘 전단 매 온거 나 롭게 배다 리블라야 짜라야 근전단 나예 쉐면 전단 매 온거 애드 시당 왕지 정말게 바카바 겹게 지디줄 바카바 겹게 비우예더니 아비에 로게 파르사고 주야다 애드 정말게 가 지디지 찍찍래고 가바 겹게 뻥두 픽게 뻥샹고 아비에 로게 왜게 아 뒤에다 그냥 니 이름 제초가 깨라 네가 지금 내 뭐쯤 나랑 관두당 랑 조비 요라 중에 더 말게 뭐 좋고 꼭 그러고 다고 现实生活中我都不洗脑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给。我对这个等我关注说的，对不起吧？我应该吗？是的给，我啥不就？哼，你的嘴那么脏啥？我看错别的，什那个没给，什错别没？我，那那个的呀，我这样错别还绝不着，咱们这就用吧，咱那就可对呢。我们俺的，我的那这，大家有那钱。 사다들 다가란 보가 보면 십주랑 쓰지 룩이 나고 간주면 저 토벌하 주면 또 카메단 콜라요 나가 더 힘도 나죠 이슈노고 라게 임내라 게스 마샤 나죠 내가 메드센내라 게스 마샤 짜나야 되데 배고가 메드 되게 배고가 메드 세제게 비비비 시라서 나가 심어 줘 봐. 더 힘도가 毕竟俺家拉的大差不多吧你家拉的大差给来起我的给 또 그게 단도 때 치고 때냐 꽃게보다야 지고 근데 말다兄弟 꼭 그렇게 해도 나는 수배가 요래 하고 왜 라 같이 때문에 라 세미스탄다 아 발라가 아말루 암라게 라르코 아 암라가 나즈 키타면 키키라 또 난 맞게 또 무슨 말이니 加倍曲度给阿边罗给帮助起步给我们的现在来讲啊就吃不嘛大力不大来呀那吃的滚嘛什么最放干净的给起步等级来过期间能得记录关键他对你起步了些给但是偏偏啊不没得用的那些给老讲这个就给我等你轮到等你嘛都嘛对着是哪人没有啊我从这里给切西就开没 我前年俺对吧漂亮来上个角度的来切是顺便俺给切西就没我阿边罗给他妈的你家不得死的给切人吧可是干嘛你世界上没有亲戚吗俺兵家都是兵交警嘛的给你兵家都交警过来长么的不来呀都有一家你兵家拿了恩大咱们都就那里面我们没从我 你平常那长么我就给팀장 좀 보고 제 칭에 짠짠이 리발아야 저다 추대야 저는데 이 보고 제 제야 저는데 이 온거 찍을 때 맞대야 온거 꾸치 대회장에 나라 언다 잡고 쇼들이 로데 저는데 매 온거 따지 말아 봐 온거 뭐야 뭐만든 갸버리 시드고 온거兄弟 이렇게 말로 처음에 없다 안 읽는 거 처음 말아 온거 对放干净是大个 빈자 빈자를 김쇼 동거 니 그렇게 뚜이 상승 러봐 등산 빈자 그시 7미치를 똑기래 러봐所以 빈자는 게在我眼里面大嘎死的俺偏头的就俺出资的就俺花资的就定个你빈자的选别都빈자加别빈자阿别罗的빈자 하고 우리가 아마 거기 빈자是你남도 이렇게 이게 얘는 저런 분이 정말你也定了不过混大给什么嘴放干净一点我对面都打的就来的话你让拉黑没有就给没都个想着没许诺但不过不进俺了谈呗说是朋友的谈没都去的就是的顶上都是那个làm都干这么多个我就谁的给可怜的点主别人我都不不大正嘛的让朋友的话没想着在求人不 폼을해도가 상승인데 바라다 아무나 뚜지테체 이지 나가면 뚜세는 갑레시 나오르 띵사 뚜세는 아 레거지네 또 뎀미도게 소 총서 교가치래 다 총한테 랍도 뭐 교가지 구동비자 님가 니제 거지 세다 그리네 경그래 말에
소소 봄을 찌르다 알리고 다들 줄 미차 내 지금 되는 뭐 정미 누게 매또 샴된다 당한 능신 리고 다들 주지 알람까지는 이 개오 말이 비지 부담 보니겠다 부담 보니겠다 진두 소리지 광알 미차지 사바 소리라는데 정타로 거 라 봄을에도 와매 또 샴되매 샹존의 샹리마라디 준데는 거 샹존마 침나매 또 주대야매 좀매 배대 이창지 좀매 푸이매 로사고 좀 barte yu kumar pengdu ma de ri chibu lob jong ga chukke tan ti ti phore do ga phomre do ga mo chuo mi mi lob jong jiang go ge ge de xin na mo kim mo ge ge de kim ne mo kim ne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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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xin ge ma rong go ani ge ra ge sa ra ne ge sa ge ra wang jian是吧学员节是跟的年的先嘛的我老中间我明明有了我但是心里让但是心里做就跟啷个跌了我地位家人叔叔股东比较大的叔叔不一年但是心里怕哪个家庭就了我明明有了我老中间我哥哥看女我许多比你好是滚呢可是啊我比你高些不用买别人的 OK 啥兄之前我可给明明我可牛多我都牛多个都牛那个等我都没牛特别没多毕竟我让能性别的都大呀没你不说就的这面啊，你不得这样就就是讲我呢，你把你 camera 嘛吹到特别多，然父母吧都打的就是吧，啊然说咋了呢？啊你说路罗生的路个吧，毕竟这明天的呢人家不来多呢，呀都然我就成他都还不是我。这个老嘛对他我明明，毕竟都打的就是都想连没说的我，俺那里不打的就然没那俺没他别嘛的我，他不仅俺那没开明多，然父母就来都管那句。毕竟俺离不得罪起呢，俺都得罪起你中多，最近多年最近俺的来说给个钱，俺说是根本晓得就那路价钱那么多人嘛的，所以俺让也不多那就俺让大不了尊重一下女性可以吗？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女性了没？伢然的这个人没有啊，亲那些节奏加不带个呗，你直播间那绷住都让节奏的女个嘛的我就没下了嘛的吧，我。你下的这俺就老嘛吧，哈我就得让节奏带去等嘛的，我帮乡没亲那个第几个你不带就那都带就那哈我们就我看一下，要不我们的都那就那么多人多，呸呢，我的瞧我讲咩啦，妈喂，都嘛不们都怎么，谁也说我，啊，朋友尊重没给前面的我。说你尊重前面都是那你叔叔看把给我举报钱呐，报钱呐，说是对吧的？你叔叔把给个鸡蛋的啦，我的进了这嘛对，我明明的吧？叔叔你，就说看他叔叔你我他抓起对，你看不来看不说的现代人，你给俺的进了嘛的就。顶上你救济战胜什么都个民政军连那地盘那个中央那么巧嘛我对为讲那个女性的尊重亲民度通军制度深妇联的话妇联那个就我有了我不去俺那个嘛的你这不简单没了这妇联那个就我有了修狗阿家修狗非举报姐非在俺那路个让扑线不了我俺在俺那装俺的话之前俺看不中间让扑线嘛的修狗阿家的修狗阿家都打的就修狗阿家前来专门修狗那这个举报就不给我前面去给俺写运动反正俺不我们尊重面俺不我们俺通军那的面我不我们我这能不能俺不我们那句真的就是感觉佩服些那种啊不我们现在没不些那种啊咱们我们应求什么的那可是那得不人嘛的那不过考级的你都过来学没选别的吧顶上不我们现在基本一下那就都大家有那里不大就来几把我理不大的但是理不大的也不得的完了他们那俺不给输不起的也不得俺那搞不懂一年俺家那的被这打死嘛的那就不起名都不对啊都不行啊都给如果你跟他了如果大家低俗直播噻，低俗老妈的个，低俗么让啊，今天俺低俗老个讲么阿家让俺的低俗这个人我明明，别说现在个路家就录就现在弄俺低俗老个讲我他们都个啊，那个人如果说是当地几多个，这个天呐录这
都拿录的给我那讲的说几多哎，对的，老爷们，我低俗直播间他就是可难了，我就信那多那这，我就信那多，一年多年直播去，叫个多年，都马拉的多年，你都知名度，身边个多年是给咩？错个了，刚年是给咩？那ผมไม่อยากชิมารับจังหวัดตรงนี้เลยช่ะ你们看rum的ชิมารับจังหวัดตรงนี้ช่ะ身边个ตรงนี้เค名度哈哈哈哈哈哈几包就买给几趴个吧就想到嘛呢都想着呢我操你去找牦牛啥低俗直播官方上杨配是吧？家的怕我低俗人嘛的怕，可把有几句的可把有我就就是出去朋友出去来讲啊行嘛的，你古米村呢，你行嘛的，好委员，古米村呢，就是古米村能够成功一步，俺叫我嘛的给，俺让俺他几个的俺家人不吃吃肉的不说，啊古米村呢，你10嘛的。就是能够成功结果，俺叫过嘛的，俺三姐，俺的家人不吃个，俺保佑几个，俺对吧？送掉几个，俺羡慕都，嘿嘿，就是对呀，他学的，俺什么拿他水啊嘛的，好预备，俺羡慕都，我基本上都能俺 PK 就关注你。我都当 PK 就完了，俺里边大家都才干的，大家都 PK 就没可这个呢。眼睛睁开说话主播啥？大概没，俺都中间就对，俺没同你嘛，同你眼没是吧？俺都得打过牌呀，我就，他当就怕打嘛个啥的吧，打嘛的，俺看了对不对？就都出中间对，我看嘛了呢，都拿过去去看嘛了。对俺公民这样工作，俺直播间那过去那当个月俺了많이 솔직히 최 솔직히 차 말이야 꿈이 치바다 내면다 범추지 같이 그것도 온 거지 안 되지 내시로 있다 얘도 그치 저 근데 받고 싶은데 농거 그치 다 꿈이 치바 근데 받지 유는 같이 내시로 자고 좀 시도 나죠 그치 누구 치다 줘 고쇼 고쇼라 하루가 내 저거도 엄마 니 배매 홍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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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디디야 마사 디디야 고사 고미티나 엄다레 두레 두다레 소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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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단동안데 엄다레 두레 두다레 소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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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야 엄마你别面红等下股民听马的工作这个是个马干连吃去上哈哈然后连神话连过的呗啊让宋家一遍比如宋家有你俺拉听嘛的零嘛的我朋友家不够钱不我们做的不是零嘛的都拿问题让俺连接交不出来低俗人嘛的咩低俗人都嘛的我为了做直播的让钱的婆婆也不当都中就不我是女的我是不是让你看忙了我有了大妹妹你来做重年节说说怕看过了吗的这来忙一样老子跟我们干啥老子吃干啥婆婆上aduh ngani tunggu lah belum ngani kenal coba
哎呦，曲总啊，你们这名那就借吧。来这边借，来都来借，都给出来。那你起来了，都体力的，都娘没去呢，都基本上的追的了，啊个个了的了的，都讲的啊。哎呦啊，哎呦啊，是吧？都当起了体力的，说说都娘们起了娘没，都娘没去呢。都简单解决呢，都讲的。我都还重开结果，那么多了呢。好好正常的转，我不会让你蹲下。你喇叭拿过去，喇叭。还差20个了，菲菲，哇，你的家人们太牛逼了！因为他们都是男人，别真的，就差20个了。我这个球，接的。你把接，我都别靠近，就差20个了。你把。就差20个，赶紧的，点了就好。OK。看我这个，就差10多个了，我是女的，没有，谢谢你们。那可以了吧？没到呀，等一下我再看，你不用着急。我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没错过什么？你只要给我点关注了，就不会错过什么。别靠近个心，前来找嘛。最后6个，快点，兄弟们，最后6个了 ，OK 了，最后6个。最后6个，赶紧，就给这个女主播点个关注就行了。对面菲菲的家人们，给对面我这个女主播点个关注，她的惩罚就是这个，打好了，赶紧的 ，OK。他好像很舍不得一样，像是他在给我上票一样，兄弟们知道。因为他们是我的人，他们是我的人。来吧，咱还玩吗？再打一把，输了的话可以呀。你给我穿个打底裤。直接，不没事，你们给我取关了的话，我继续让他给你们弄，真的。你们敢取关？我这边我靠，直接吓的这些是。好恶心啊！求了，来再打一把。你说我的惩罚吧。输了的话，你给我穿个打底裤。可以。有吗？有啊。这地马鞋什么时候有吗？你？巴士有，我买了，昨天到了。我昨天晚上一直穿的打底裤。打底裤。对。然后全不能穿啊。真的吗？真的。然后衣服就穿个比较贴身就行了。可以啊，就可以了。好，来开始吧。衣服穿短一点啊，不能盖着。好嘞。这些人真的，你看，推直接下。你们都是我的人，兄弟们，你们太好了。但你忍着兄弟来打工作，也就忍着，就广东，你给这就忍着来那去。这兄弟我好像以前记得在我直播间里面也经常在，但是后面你也消失了，兄弟，你去哪里了，兄弟？说是。就这关系，俺兄弟装备，俺直播间的人用的都俺那去，你们敢去？你们那个你都给对呗？然后俺起码俺等个小蛋，你们现在笑死那去，叫我什么？我个真的吧，开玩笑，打啥？真的吧，兄弟们，谢谢。兄弟，你忍着兄弟西的那里不难的学校嘛，明。然后对这么其他下手，你们太好了，真的。你们太给力了，真的。我说俺人家兄弟关注来给吧，朋友都说，不都掉过嘛，就是单亲妈妈的这个呢，叫了你的兄弟了，关注来给不起啊。你单亲爸爸，没啥单亲爸爸的意思嘛的，他以前在我直播间里面都忘了，好久都没了，是吧？人家兄弟来过，我记得你，我不就大妹的这面
조름 뭐 nga phumi ga chin kese nga phom chin ga chin nge so so tsen ga luk chuk ri me nga phom mar ba shundi nga phur ba an thab sim do nga ra luk chuk ma de ne luk ya mar ga je wu na le kya ko ta ngo ma re ni kum cha ta ma ga sim je bang go yin ge bang go mo chi sha me go yin ge 不用关注我，兄弟真的把单亲妈妈许诺没怎么的那个继续单亲妈妈的好我妈的兄弟了，看见鸟产那就求他们就亲呐，或者32个人的小星星，把这个小星星过一下，那绝。但假如我赢了的话，等会做惩罚时候，一下子一哈哈一堆人上来了，他的人气23个工作。我说单亲妈妈的这那个人这兄弟的，俺的票嘛不叫这个就是关注接触下，我们面向都是有些，看过谁啊，过不了这样的这各种俺兄弟都是见谁嘛的，单亲妈妈的这那个兄弟都是关注接触下，单亲妈妈的这个过去，单亲妈妈也不是那好的，没事的了啊，谁啊都下面呢，单亲妈妈这个人对着兄弟，那7年就没。因为俺们生的就不是那的，俺们只能讲学人怎么能就点点干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在我心目中，世上只有单亲妈妈好。或者没就几个小星星，但家长他妈过的，哎呀，家长过我们说命，呸的，家长过我们说啊，我过去，谢谢，家长过了工作，然后读。但3倍加成的下工作，单亲妈妈的这个那俺明显商业当广多商业都是关注来接触下，单亲妈妈都是给我们的职吧，先别说看见俺兄弟都关注给我们过去，有训了不？单亲妈妈的这个呢，就是要不单亲妈妈明白这你啥去老家今年的这个呢，俺兄弟都是关注给不去，就是啥去啥。毛了送就哈子来的就那这俺兄弟都是关注接触过去，我只要那些中年的这阿家的这俺兄弟都关注信不信接触过去，单亲妈妈的都有那个心意，先别摸，先别我们老兄弟都是俺兄弟都关注没给吧，我都个人俺兄弟都这个从这地基这从嘛的，光么这个地基人没信，光么你从的这从嘛的这是嘛的工作，那啥子也就这样啊，兄弟，呸！当然的，把当时水呢，叫我们对面上的就立不来呀，没就。现在呢，娘不说了，花着啥呸嘛？我你们都打单机是吧？我加个上的呢，当然没先别当 PK 就对了上单的了，娘不了下对面的我立不来呀，没就火。你当然不接电啊，慌的死了！你不拿几种问题，等给你不拿的都得洗漱，等个从那也不起来的，感觉也不起来的，别拿得着我，那洗漱，不洗漱，别的洗漱，瞧什么洗漱的，你个拿了，没事，就这样关注点个9，你们再去点吧。走了吧，我们去找张家种吧，输了。跑马的，你这么急，这几档啊以后 PK 接不住，然后跑秒的。惩罚还是给你点几个关注呀？不用，不想要这些垃圾的关注来，我让你做。你可以说我垃圾。我让你做惩罚来。说他们是垃圾啊。我来为你真心话吧。妹妹，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要骂我的家人们，可以吗？我骂刚刚取关的那些人。虽然他们给不了我骂刚刚取关的那些人。我要骂刚刚取关的那些人，一辈子穷光蛋，刚刚取关的那些人。来，我问你真心话。你一辈子都去跟。来，我问你真心话，你听清楚了。问吧。我看不能骂他。今天我要看。我要问啥呢？这最近的一次1376是什么时候？没有，最近生的应该有五六天了吧？5、6天。第二个。你的那个呀，哪一个？
白色的。操，吹牛吧！叫rum不，进来里面。全部举报 K 黑名单里面去啊！来，直接给我滚出去！快点，来，然后就是你健身的时候，对不对？然后那个就是你健身的时候，教练有没有喊说有痛说有没有说过？你的嘛？手，现在这有。有啊，肯定有啊，第5个。好吧。然后你最多就是健身的时候跑步，就是跑步多少次？14次。哦。那么接下来一个，我这别看我这个新坑给礼拜的过，那你这个700码的俺就他妈，那俺就19-300的过，通就俺就那刚球过，那大家给讲的关键是啥？俺19也在干不啥的，他过的干，俺加把到那不得的干，人家讲那开玩笑的那牛血的，他过的干。然后就是小小找过几个？小谁呢？比我小的吗？给这个吗？感冒吗？应该有十几个吧，啊，不到20个肯定有。感冒的话，光感冒17、8有吧，16组，17个左右。感冒的都好的很。杨木蟹的瑜伽动作好不好？那个你不像我们的嘿嘿嘿的。好的。那我问完了，就这些吧。哎，我再给你打最后一把，我的惩罚，刚刚那个。可以。那估计俺去投票，估计阿库错。那如果你输了的话，我赢了再说吧，来吧。开始。他赢不了不罢休的，我们就不让他赢。假如我赢，对，没点关注给主播点关注，谢谢大家。这两个讲的呀，我妈的文化讲嘛，我都没让读到做了不，这种。那我这里报道，那该这叫什么呢？都打算那我做那么的勾当都说得到，来干嘛的呀？搞，做了不？菜里就搞，就现在那来把烂的球，说那19动就嘛那么个那都个东岸那么开不出去，我们的。菜里呀搞，瞧什么？阿苦有户口。还有所有人给我上墨迹的兄弟姐妹们，谢谢兄弟的，可是姐妹，而且都从俺的礼物上这个里边，都打的就都拿都从俺生个嘛的，都那么多人都，呸，好的啥了，那么远呢，而且那么多人你这上面我去，人家顶上面多，而且就跟没做，到嘛来对不对？我自己上这节目呢，一信了不，他妈那个那我跟那这个频道都做的，别靠我新看的那个，那我跟礼拜频道都做，这个频道都做。那么子节目那等我打算那我上的就，那加成个那新节目那我上的就，他妈的那礼拜大的就我阿哭都做的，是吧？睡觉我阿哭都做，哈哈哈哈。谢谢，我说这把这个加成过了嘛，才领就。你今天干了3届也没去吧？对就过了吧？或者3届我丢了，这嘛的，也变得错，也里边变得错，这嘛的，你今天干了，这就也没事吧？都就也错嘛的，你不都是搞个正常嘛的，都是我丢了，我做了。我这里边都丢过来，
我的，其实我那不会说什么行，你其实那个也不嫌难嫌多啊，工作，我都加成来说有的话上一下，因为刚刚人家偷他了人，我哪是那能不能多啊？其实那个一点点干了3节，原嘛确保对就过来，一年干多少块钱？对就过了噻，干点啥？哪个是那能呢？我感觉干了，其实哪个是那能真的。对面肯定后上噻，最后上噻，对呀。阿姑们，能不能票往上再走一点点？不然的话，又输了，俺赢不打不起的难了。谢谢所有人啊，俺的票交给兄弟姐妹们，姐妹是对的，我们是俺上一对。先拉分手，原的上路前面那俺都讲面，就是叫那么里面吃点中就是我们边边红，西点的那个那么这边的都和龙巴没得一起。라부쇼시高或者别人怎么领的个买的个就交出不休息我们背面红谢谢你们谢谢所有人谢谢那里个哪里不休息我们背面红兄弟我们俩但估计兄弟这个你评价面你爱情你们都干这车我们那么多嘛的我立住你们都捡那捡出兄弟ผมจะ你们车身那么多嘛的兄弟你这干的就我你哎呀的当几点这个对于的，就是3节的，就是俺对于过的，你了吧？妈的，又输了。哪怕可以对面跟家人不欠俺低手，又输了。谢谢你们，但是你们的票真的很给力，谢谢你们。输了就输了的，我给你刷了一个热情，我看到了兄弟，谢谢你。谢谢所有人。在说谁啊？朋友啊，朋友。谢谢兄弟。但你给学的，他妈，但俺学什么的？可能俺学出去门话。这就是团结的力量。我就别靠我钱，跟家里不欠的，来了。谢谢兄弟，你别靠我钱，跟家里不欠的这个，俺谁人呢？俺那个挣钱，我挣钱兄弟们，你这个病都做，别做，就是俺谁人呢嘛，就是你每次在那说的嘞。个真亲兄弟们就是不，人家人不欠，错，就是搞个那么多，你那是你就不休息，这里也是，那是在那，东边可就那个东边的，搞个东边去没有休息，我妈的白面红。叫我那么多，你们这里就不休息，我妈的白面红。嘿嘿嘿，哈哈哈！等给兄弟们那个是哪个不错？我你们这别靠心看那个3节，你接上人家这边。兄弟哪个叫兄弟？瞧着不？快进步明的。你这个病的选择都是那嘞，就是你们多嘞，就是你们多什么叫个真的，俺单的，俺这我做有点大，个真钱就是俺谁人呐，就是俺干命的钱，就是没事呢，东西很沉呢，搞个东西大，绿了哪子没休息，我妈你别面红，呀，他工作他点数了是吧？他理了吧？谢谢你们，真的兄弟，那我瞧着不？来，出来，拿出来吗？要给你看吗？对呀，出来你要脱了，不能穿呀。没穿呀。呀，这嘛线我们都看得出来你穿了的。发誓没穿。你不要在那边骗人，我们不是故发。真的没穿的，去了那就这嘛就掉落的。别这样动嘛，你转过去。发誓没穿，哎，我要这样
脱吗？那里没，你转过去。你裤子这也提上去一点点吧。啊？裤子提上去一点点吧。我会带走的。不会的，提上去一点点不会的，一点点。你自旁边去，我不要在我们面前提。你自己去提了，把手机隔壁看不到吗？你去外面镜头外面去提了，把这了，我记得没给过我们那里那么地方。你他妈提了吗？这个就提了吗？你看看人家张家总怎么提的？啊，他跟我都不一样呀，每个人的身材不一样。你好奇怪，所有的打底裤都要跟他一样吗？看他生气了，在了。你过来一个。每个人的身材都不一样呀，我们不可能穿打底裤都跟他一样呀。你过来一点，你跑到那么远，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卖鱼吗？为什么你的妈的，你进来你那穿打底裤看的那通就没弄，瞧来那都给别过妈的。打快点！怎么快点？我要看呀，我要好好研究呀。你转过去，你转过去啊，向后转呀。你别跑那么远嘛，我们不会偷拍的，过来。我会带走的这里。有什么不会带走？我相信我。你转过去，好好正常的转，我不会让你蹲下。你喇叭拿过去，喇叭。你有那么害羞吗？有啊。害羞你？我从来不穿这个。妈的，那不给那叫咋的叫不害羞？那不懂给叫害羞加把。那他说自己的男女朋友呀，有什么害羞的？加把的男女朋友，那你转过去，你好好给我站着，你好好做惩罚，你知道？哎呀，这固定也不能的，你不要动嘛，知道？手不要拿过去嘛。哎呦，你看我轻轻的罚你，你这样子是真的。我也很轻了呀，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就让他给点呢。我们不是笨蛋给，你把我们当猴耍的行？你真的把我们当猴子了？啊，发誓没有啊，妈妈。你这样吧，你不是你把这东西来这样那点的呀？哎，里面，嘿嘿。不好意思，我皮肤白。你把衣服这样弄上去一点点。他求你了，妈妈。不是，衣服再弄上去一点点就好了。你过来一点。那你看，不能让他赢。大爷，他穿了就穿了，衣服这那刚挠了怕露西。就这样过来，哎呀，就这样，刚刚这个过来。你这样收什么收？正常站了吧？哎呀，不好好站嘛，我们不做什么。我感觉他的切了好长哦，真的。你刚把这嘛，就是刚把你这把去的。啊？你两个脚我们都给把这来起的，看见的。对。妈的，再立正，就这样立正呀。然后就向后转嘛，手放到两侧。他差不多就可以了，惩罚时间妈的，我说一次就罚我一个晚上人。不好，我走了，拜拜。你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真的。没有，他不好好做啊，工作。为什么？他们都别过门呢，工作。我别过门呢，他没有额头像。工作他没有额头像，你们看到了吗？他没有额头。俺的张家庄嘛，我们还是连那个吧，另外一个，不要跟他连上，不要这样，他挺好的。因为今天俺的这些真心话单，今天我真的不想问，因为没什么，下次再问什么的呢？我最近只想看看，多看几眼女孩子的
别这样。你对得起我吗？让我等快半个小时了。你跟别人可以去玩呀。啊？你可以跟别人打一会儿的呀。那你说你不要跟任何人呢？等我说了不是吗？我让你等了10分钟，因为我跟他打了2场。你打了2场，你不用做惩罚吗？我让他做完惩罚了呀，因为他对呀，他人长得挺好看的，最主要他不像你那么好 sexy， 因为你有肚子憋过，额头有吗？他没有，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穿个打底裤都是空的，不像你有那个。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是你的。还是妈妈爱是吧？对呀，妈妈的爱是最好的，我就喜欢妈妈。对呀，你把我当妈妈嘛？对呀，因为你是我的肚子妈妈。神经！老天爷啊，真的。妈妈，我俩打一把，你输了的话，你给我穿个黑色的那个吧，就玩最后一把了。什么最后一把？让我等一晚上，又说最后一把。我把人都给你。等一下，我把门反锁一下。刚刚你没来，还刚好嘞，我哥哥来了。对面是个敲诈勒索的女人噻。啊，兄弟，人家别这样说的姐。他说什么？他说你长得很好看。哦，屁吧你，去你！呀，那个14是吧？对，14，衣服换一下，给我穿个鲜艳一点的。衣服我没有哎呀，那我看一下那边有没有。那我先看一下衣服吗？开始吧，你等会儿输了再去找嘛。哦，好，也可以，可以的。我把那个木亚装直接扔了，我直接过来了。他不会生气吧？啊？他不会生气吧？不会，他没那么小气。但是我就让他。哪天也给他说了，我们3个人一起打的话，就是人气上不来。然后我说你跟他打，我跟他打，这样好。他说好，这样好一点说。这木亚琢磨3个，他是那个吗？不是他，这木亚72万色，6.3万色，这是个人物。我都开始吧，有的话开始吗？14啊。啊。我这个10分钟哎。啊，我来给，我不要。你来吧。我不要5分钟的给，我这还没几给。等下我重新连你啊。这个好。10分钟谁打呀？我们就打5分钟的工作，就最后一把赢。有那绕过去了，前面那我们就这样吧。下次我再打真心话。今天晚上我们就主要是看顾不得打，那个是立住几波讲你，吹牛来写给学姐。哦哟，你练的嘛，我练了，你练过来就可以了。不是，我可以开始呀。你开始就可以了呀。不是，我准备开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你点什么点嘛？这样我以为我来点，我习惯。呀。来，家人们，咱们家有票的我这票就的没拿嘛，对不对？别的惩罚做的没出境玩用的，你这么就回光我是。他给没碰工作下给没不过来的话，你这么去给，你这今那么多嘛让给，你这个人让着呢？不过啥，阿家在这关注去，阿家都是爬了过嘛，出了个的，这真的，你说你啊，咱们这去干去，阿家啥，阿家路亚也不去，啥也不去，看咱这的兄弟们，没碰老穷就在这做下，工作9成的做下，马上比其他省的没去啊，那这不给那过去工作，说路内路那这不我们都做下过去。我阿家都是感觉路内路，那就让路接要容基本上那让对吧的，那这不都做下没那这做的就做过，
可是独家年的呢，就是混，就我就。谢谢你叫我祈祷，说说民能行，说说没事那了，让个民能行，让个旁边家一年的，俺不一年的，他们叫我那个你没吃的，现在的那个人嘛，怎么的那个没得就去，表姐说说让去兄弟，我们避免了，或者家长忙不忙民都帮帮他洗，帮他洗。俺那卡的呢，帮他家长过当啊坑嘛，来，谢谢金三顶住，俺你说三不能行，表姐让去兄弟们和兄弟，对，说点大的住，俺我个别的里不得点大的住，都过了吧。错了不拿点子让去，喂呸，拿点买不起，给你没得起兄弟，一起练一下子，不练兄弟，明天晚上再练，今天晚上跟他玩这一把就是最后一把了，明天晚上那么子丢，他给俺那家我不当啊，可都就是的呀，这不极限，你这极限没得呀，你都7年的，主播前面7年的，说起我那看个简单的极限没，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改不掉。谢谢你就祈祷，谢谢金三顶住，等给俺家长过了几个兄弟，我看一下子，我看到了，他人气挺好的，希望他更越来越好，但我就差不多就行了，你这么接，毕竟人家都是为啥呢？或者搭代表嘛的，或者个车别的搞不来过的别的，别的力不过差什么？就不当你差什么时候看的你来搞来结果啊，等等的这个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兄弟我，然后充钱钱嘛，然后怕刷，俺没过，俺的酒都是大水也不多，你这不见得酒都，然后一起上个酒俺没过，没，刚开始我已经把他人气啊那些都带起来了，他看他自己的本事的，说实话，等对吧？我说这里你去送去啥的一下，就你去这啥的下，那可都赢，但是没啥也不多，不碰独家的人，所以希望他越来越好。我们先别呢，就他第1名多啊，就是他过了吧？因为我连过很多女的嘛。我们可以细节的没行啊，然后出自己就可以细节没行的，嘛才就当是开名多，完了你连入去，虽然俺看错了不啥学的，因为俺在你们连到可是人气也过的，俺差不没，你叫都不有生的，可是咋不普及咋差别人给都不买的，不男人不是女人不爱了，我们都问，你个男人们说搞几个名，就是你个男人有时呢，你我做这个人，工资来不给评论啦，给个人礼物啦，生个人，那都保守说些个子。密码呢？可是密码呢？可是罗马啥？你罗马我都密码我在这边呢，罗马我都这个礼物马上呢，你怎么拿出正义呢？这人不啊，我的感觉我都不喜欢。所以我直播间里面的人，俺直播大体就他们鸡蛋都是直来直去的。没谁不独家的这讲嘛的，鸡蛋个就是没有心机的，谁不独家讲嘛的，我相信所有人。可多的这是吧？因为他们你们讲，就是俺直播带你们说明你们都是在里面就是可多的这，都俺有那没漏给嘛的，我知道，谢谢你们所有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啊！我就没偏嘛头呢，没那嘛接不接？师兄偏嘛头呢，我就满错了，满错把接单的来的，师兄了什么嘛谁不接？师兄做样嘛，怕你特别没办什么说呢？特别我嘛的吧，我就满错了一家的把接单的来的。俺直播间上单个名都做也会有，那选别楼给俺们能大面，俺一切或者有，你搞那么多你们这里清仓清对，西点那里不拿进出去，我们就被灭红。色子，你求票不上还选颜色呢？你动不动就别票了，人家看你是你们的荣幸，俺读了，你们动不动就票。
开心嘛。票呀，我们最主要是开心嘛看电影。都要票。我知道现在看电影不开会员卡，哪里看得到电影啊？看电视都要开会员卡。你开玩笑，打 PK 肯定啊，没有票怎么看得到呀？能看得到，不要钱。等一下，我不点赞不上票的那些全部设置。琢磨，你想看那种看唱完这点们这单进桌那，我给你发个网站，那里面免费看，都是免费，什么都有，各式各样的。你家别 America 米利那不什么都有，都是免费的。那你的那些跟到我这边有些想看的那些带到那里去一下嘛。马得过啊，那我们就以后跟我连的时候，我们对你要票你要生活我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少要一点嘛，别那么狠呀。真的，我这个人的话，一向都是直播，有票就有票，没有票就没有票。最主要是我们开心嘛，米三干的确意思。你嘴巴上面念经，你去转经也好，你给大家带来了快乐，你比转经念佛都好。对，是不是嘛？有些没有老婆，那南无阿妈的，那嘎罗阿妈，叫罗阿妈的，有些更过分的，里巴朗就阿妈的，叫够大家那给破的那里巴朗就掐呢，是不是？你是不是活菩萨、观音菩萨前的种嘛？是不是嘛？你是最厉害的，你比那种真的不孝都厉害，做什么看着来厉害，这么的，你好好想一想，你给我们带来了激情呀，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呀，来干嘛的？是做什么叫人呢？这你有那个命，你该挣的钱，你早晚都会挣的，我知道，因为你始终要相信一点，看你直播的人，往往都不是连就这么挣的，就大没部分的这嘛的，他们早晚都会给你有回报的，你要想这一点。对，你不要动不动我也有保时捷回关了，对呀，他不是，我还不是一样的呀。他要的我给他，我要的他给我，那不是阿弥陀佛了吗？那是，但是你一直不能，阿弥陀佛也天天不能要钱嘛。阿弥陀佛呀，人家需要他的话可以要啊。没有，我跟你说，你这么乱，你不能生气啊。我们可以少要，人家上不上是人家的事嘛，我们也不勉强的过。但是我们已经选择了这个网络这个方式。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带来快乐，在干嘛的？对啊，虽然我们天天带快乐，我们不会演，我们不会特别那几些嘛的。但是你有那个身材，你可以给我们男人带来很多快乐。对啊，我们天天来带来快乐，他们用我们的来带流量的嘛。啊，那最主要是不要录屏啊，知道吗？真的，他们录屏带流量，那些人我已经还不是一样的，可以啊，用我们的视频给他们带来快乐，那没有关系。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他们录屏，他们不发就行了，让他们怎么录就行了。但是我们两个已经直播了 PK 了，你可以要票，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你可以少要一点，你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就像我一样，我有没有票无所谓，我没有勉强哦。我说他们有没有跑车说的话，他们一定要上跑车。他们说的是跑车有什么的，我就给他们稍微的说一下嘛。然后有的上，有的不上。我不知道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我的初心，我的目的就是，那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自己开心，大家开心，就阿弥陀佛了。来吧，做惩罚吧。